夜色像墨水般劃過咖啡店的玻璃窗，我坐在角落的位置，手裏捧着一杯未喝完的咖啡。窗外的月亮像一顆被打磨過的銀硬幣，投下冷冷的光。我在桌上撿到一本舊記事簿，封面已經磨損，簽名卻清晰地寫着我過去的戀人們的名字。更奇怪的是，每一頁都寫着我的名字，並以我的現實感情作為對話的起點。第一頁寫着阿健，他的筆跡纖細，像他在我們分手時的語氣。你是否真的愛他，還是只愛被依附的感覺？我微笑，卻感到胸口被人輕輕敲打。第二頁屬於阿林，他的字像溫柔的波浪，提醒我被需要感並不等於被珍惜。第三頁是阿燦，他的字跡有點倔，告訴我放手才是尊重彼此的方式。每一段話都像某個失落版本的我，在紙上與我辯論，讓我不得不直面那些曾經的傷口。月光透進來，照到記事簿的每一頁邊緣，像是把過去的影子折疊成更薄的光。當我翻到最後一頁，字跡變得陌生，卻又熟悉。這行字不是任何人的名字，而是我的名字，被我自己寫下。原來這些對話並非要讓我回到那些關係，而是要我看到自己的改變。曾經為了配合別人而變音變色，如今我開始學會聆聽內心的節拍，去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價值與被需要的方式。月光退去，咖啡店重新喚醒喧囂，我的眼眶帶着深深的清涼。我把記事簿合上，感覺心裏多了一條光線，指向前方的路。也許那些名字仍會在我的人生中以不同的簽名出現，但我已懂得，真正的愛是承認自己，照顧自己，讓自己成為一個可以被真實珍惜的人，而不是只活在被需要的影子裏。